注意睇水煮肉片，大家都中意食，但係好多人都整唔好。其實入邊都係有小技巧嘅，你只需要認真咁睇完呢個視頻，哪怕你係小白都唔會翻車。首先呢，我哋要挑選呢種肥瘦相間嘅前腿肉，想要肉片做出嚟嫩滑呢，呢步就要注意睇啦。切好嘅肉片放入碗度，加入一殼鹽、一啲胡椒粉、一啲生抽，再嚟啲蔥薑水。呢度建議大家唔好放料酒，因為料酒嘅味道好難揮發，用蔥薑水醃製過嘅肉片呢會更加鮮嫩。跟住再加入一個蛋清、一殼澱粉，攪拌均勻。最後再嚟上一殼花生油鎖住水分。熱鍋落油，放入蔥薑蒜，先炒出香味。跟住再嚟一塊火鍋底料，一殼豆瓣醬，繼續炒出紅油。然後加入適量嘅開水，調味嚟啲鹽、雞精、胡椒粉、生抽、老抽，最後嚟啲白糖提鮮。開大火繼續煮2分鐘，將全部料渣撈出嚟，再落入配菜。呢啲配菜都可以根據自己嘅喜好嚟搭配。我呢度準備咗豆芽、青瓜、豆皮，繼續開大火將配菜煮熟，大概煮個2分鐘左右，然後撈出嚟放入大碗備用。再將肉片一片一片放入個鑊度，啱落鑊嘅肉片我哋先唔好喐佢，等佢煮個30秒之後定型，然後再用鑊鏟輕輕推開，大概煮個1分鐘左右就可以放入碗度。再加入蒜末、花椒、辣椒面、乾辣椒、蔥花，用熱油激發出香味。咁樣一道香噴噴嘅水煮肉片就做好啦。鮮香嫩滑，麻辣過癮，非常咁好食，係咪好簡單呢？學識咗個個都誇你係大廚，關注麥廚，每日都係家嘅味道。